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囡仔仔囡仔姊，来，就是这个所在。今日咱要做伙来提宝藏，恁平常时教咧讲台语，啊，谁的台语上好？拢就好诶，大家拢足有信心呢。等者就尽量讲台语，安尼就有机会摕到宝藏哦。小猫是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囡仔兄、囡仔姊，美美队长，您好。不是，小猫神，啊，你的声音哪这么无气力啦？因为我今仔日有够衰。有够衰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无讲你唔知，我上爱食这个红豆饼。我去排队的时阵哦，排到我，头家甲我讲，歹势，今仔日卖完啊。啊，搁有，我好不容易哦，我欠一笔钱，我去买这个哦耳机。结果我听无2天，甲我落去水沟仔内底。你敢看？我真正有衰到去哦，电梯门压着遮尔衰。所以我想要问小朋友，你敢有亲像我遮尔衰的日子？敢有？就是我逐工拢会甲我的雨伞放伫我的册包内底。有一天落大雨。结果我无载雨伞，因为我昨昏甲雨伞摕起来，我掠准讲明仔载袂落雨。哦，你将你册包阵甲雨伞摕出来啊！骑脚踏车，结果骑去遐做只下路顶悬，叫我踩着安尼夹着我的头壳。哈，我嘛是定定安尼呢，我出门拢有滴着手伞。我咧荡球的时阵，荡着玻璃。等着哇，真危险，要注意安全。我伫咧甲同学开讲的时阵，无看到弄着壁。开哇，你较细腻哦。你哦爱小心细腻啦，这袂当讲哦是真衰，啊毋过囡仔遐囡仔姊，今仔日来遮绝对是袂衰，因为来遮讲台语、摕宝藏，今仔日就要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。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少在立后队，出来！欢迎光临。来到这个所在啊，咱先徛这个所在，好，咱徛伫咧现身边啊，啊，莫避暑，莫避暑。嗨啥？嘿，是啊，现身，你即摆是安怎？不是啊，你即摆是安怎？我伫食盐米，最近神殿的气氛怪怪。啊？我感觉哦，每一个人拢衰甲落脸，啊，规个气氛啊，甲感觉敢若亲像有捡歹命地。我敢有需要撇下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今仔日四位队员拄好会当教你一种方法。嘿，因今仔有炸迄破手礼对无？哦，你有炸破枪咧？嘿，互大家看者。哇，迄啥？因的队名叫做少在六号队啊。啊，你会当甲大家介绍者是啥物破手礼无？那是扫帚。嘿，啊是啥物款的由来啊？恁遐拢是专门咧出这扫帚是毋是？对，因为阮西四村的扫帚草，大家拢有种。就是种足侪扫帚草，出产啦，所以恁就特别绑这。对。啊，绑扫帚什么时阵较用得着哈？就是咱伫咧搬厝的时阵，会甲歹的物件拢用扫帚扫掉。水啦，哎啦，扫扫清清的，甲遐歹物仔拢搁扫掉。扫掉的时阵，
幸运之星的。幸运之星，迄是不是有老大人拢会讲少千载老必好？这意思。这是要送阮的吗？对啊，啊，阮哇，有影哦，对呢，啊，阮一人2支哦。差你家，差你家，出门拢差你家。咱就是福星呐。福星，歹命拢走。安尼阮就无客气啊，安心甲阮收着。多谢。多谢恁。啊，南咪要来甲恁考验吗？毋是送物件，有题目就较简单哦。好，加油！第一关准备接招，请来个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新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外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我智慧之神本人，足介意户外运动，亲像去海边啊、游泳啊、游水啊，还是讲去拍篮球啊、拍野球啊。啊，请问恁的？骑铁马，骑铁马哦。哇，你捌安尼骑偌久的时间，骑偌远？ 12公里尔，无种远的。啊，不过你我介意招标，走标哦，你是走短啊，走长的？对走100公尺迄种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呦，袂歹哦。其实运动除了健康，啊，你定定去讲输赢，嘛是会提升你的心理的素质。因为你定去比哦，你会感觉啊，无啥要紧。咱输，咱后一摆较搁拼转来、赢转来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上重要的就是啊，注意安全。OK。即马就是要恁老公的时阵啊！准备好未？好。加油哦，恁大家。好，开始要看他剪了。好，加油啊！来，水，好久，好久水哦。看好准哦。赛车，赛车水啦，赛车。跑酷，跑酷厉害，连跑酷拢知影。控山壁，控山壁水，控摇街，定向越野，定向越野，对。下面个调整去。好，这位。到。无紧，这受困难，我那边可以甲你讲。pass 啦，pass。啊，这位。啊，小头前啊。加油哦！长英帮，水哦，长音棒，来，搁真有机会，咱甲一个金箍箍摕落来。什么？试看卖。跳伞，跳伞，好，唔对，无紧。啊，这位。踩输啊！下一可能看。跳伞，跳伞对。有哦。土色怪啊，真好，出世乖啊！人 pass 哦 pass。两个你，要 pass 无？好 pass，来，后一个，紧来，加油！啊，哎呀。紧，来，够时间，看我较准的。高空跳伞，高空跳伞，高空哦，是高空。出兵诶，出兵的，会使，出兵的。来，用，唔对，我紧咱做伙来复习。好，第一题差一个字啊，其实迄啥抗山壁，抗山壁，就是咱的攀岩，攀岩。哦，这格斗真正无好念，这边要怎讲啊？恁敢知影？敢知？唔知，格斗，get 到，咱嘛较少去使用着。格斗。好，咱做伙念一解，格斗， get 到，真好。来，大陆拼音查。体操，体操，
储水。出水，头先你看迄个图无？伊是去船啊，伫拖，啊伊搭一个房仔顶，啊伫生水，迄个储水，划水。划水哦，储水，啊，再来头先上尾一题，你讲啥？游泳，点水味，做伙念一解。点水里，迄算是深浅啊，有派干仔落去的，哦，嘿，爱加散数的，安尼了解无？了解。啥物好看头？大可人好看头，敢知啥物意思？有人敢知？体格足好，但是无啥物用。差不多哦。体格好啊，无你啥物。看体格敢若真好，真大张，真大箍啊，毋过哦，整两棍就昏去啊。吼，凡说无整着伊就假死。这个大箍人好看头。好，咱来看觅你拢总摕到10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恭喜！后一关甲一个摕来好无？好。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来个。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选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。准备接招啦！我来甲恁分享一下。好。我前几工啊去一间店，我内底物件卖了足济啦，而且拢足俗的。哦，头家就来讲，来，拢总10块，拢总10块。我讲哇，哪俗头家，这拢总10块。伊讲无，我这拢总10块。哈，这好，拢总10块，安尼我全部买落来。啊，恁敢有听清楚拢总甲拢总的差别？拢总是每一项，所以。拢总是全部。啊，厉害！哦，安尼真正有听有清楚。今摆要来出题目啊，来看卖，请讲出题目相对应的单位量词，加油哦！好。现在个车站，车站。哎，我都是。我是问你，一站。一站。干我拿。好。地。水哦。车厢。一架。是伊啊是？一架。唔是，唔对。一行。啊。手龙。一户。会使。电影。一出对。喙鬚。一百喙鬚较会用。一百敢袂伤济。我喙鬚较济啊，我无可能的。一滴血。系对，水。血干啊？一支。水哦，一支对。对联。一户。对。干肉。一粒。对，一粒。喙。一个喙啊。什么喙？好蕊蕊。哦，你讲唔对啊？中药。一铁。对。地球。一粒。嘿。鸡啊。鸡。一百。头先有讲唔对的是，头先是啥物喙？吼。一支喙安怎？好蕊蕊。对啊，哪会袂记的啦？哦。啊，喙鬚。毋是一百哦。一百是盐哦。一百啊，毋过若是伊的毛较。一撮。哦。几撮的？啊是一撇。有啊，有2撇的无？喙鬚毋是人2撇。哦，11题，敢若无半个金箍箍。歹势，差一个。你的机会拢伫我身上。来。好，第一步就是讲出补的词甲发的词，非常了不起。这伤困难了吧？就是发歌。好，准备好。你无出过真正会死。发哦。发歌。发音。哦，要讲。不。对不起。哇。是啊。发书。
法律讲过来啊？诶，法律讲过吧？啊不，法律。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，你竟然讲得出来！不，擦布七步，唔是啊，这题目安尼出就是要啊，无问小朋友，你感觉有啥会样讲？讲什么不？差不多。哦，这位不三不四。不三不四，来换你。不关系，不关系有无？讲后一位不得已。不得已有无？四个啊。勇敢公布啊！拄着什么代志啊？勇敢公布。爱记住啦。啊，记住。对啊，爱记住啦，爱知影记住。所以后摆种题目你就讲不。我不会比啊。伤难啊！伤难啊啦，好啦，来看卖恁摕到几题，拢总摕到一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恭喜哦！上尾关甲一个金箍箍摕来，好唔好？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卡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两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猛哦。显是我今仔日甲小朋友台语拢讲了真好，而且伊平常时阁有咧写诗。写诗哦。其中有一个小朋友，伊阁有咧选台语文学杂志，哦，就是英军啊。英军哦。嘿。哦，啊，你写的诗敢会当甲大家分享一下？平常时阁有咧写诗。写诗哦。其中有一个小朋友，伊阁有咧选台语文学杂志，哦，就是英军啊。英军哦。嘿。哦，啊，你写的诗敢会当甲大家分享一下？当年细汉的时，游山玩水，虾仔伫看虾仔，田园挽菜色，农场饲羊仔，徛铁马四界玲珑色。阿公阿嬷听笑话，快快乐乐的童年，永远刻伫我心中。我跳到，洗来洗去咧。足有气氛嘿。啊，你当时哪有这个灵感写这个内容啊？因为我细汉拢甲阿公阿嬷住做伙，阿公阿嬷会带我去足侪所在耍啊，的。真好诶！哦，真好诶。汉神洗做不离啊，好水，你迄个哎，足久诶。不离啊，高水，好，会使。啊，你请一位，好，来，请一位不离啊，高水。高水。好，请开始，现在噶。开始啊！你的手啊，较悬了哦，较悬了。替你的朋友做伙加油！开始，开起来！对后边。开起来！啊好啊。较轻的啦！你爱叫伊的名，你爱叫伊的名。你爱叫伊的名。我来。第一题。又哥安怎？又哥是我的老师，又哥是我的妈妈。哦，水哦，快来好奇，这道问。紧嘞！阿米啊！哇，因竟然选择上困难的阿米啊！足难的呢。我跟你讲哦，饲出一阿米啊，反正因兜饲真侪只。就老这有挑战的精神对啊！加油！啊，相信家己。哎，去你。哇！哎哇！会厉害嘞，佮卡咧遐。脚本内底有好心的角色。哦，厉害嘞！哦，讲了就好的呢，啊，速度搁足紧嘞。四卡。啦！四卡，路表，路头卡。加油！你真正死卡。一安尼做，万一伊受伤要安怎？好，对。哎呀，过头啊！小鬼啊，来走哦！小鬼啊！小鬼。啊，简单的啦。阿辉啊！将坏花婆真出名。厉害！
时间嘛，还有20几秒，真厉害，咱做伙出来复习一好，个。小朋友来接。来看卖啊，咱第一个题目是啥？又搁安怎？又搁安怎？这个物件又搁香，又搁咸，真好食。哇，又搁芳又搁咸，亲像韩国的泡面。还是臭豆腐。又搁芳又搁咸，臭豆腐嘛是会使。剧本加好神，来，包括这个剧本，是咧讲好心的一生。一生，哦，安怎？万一安怎？关键有无？你家己出去耍，万一你受伤，会无人知影。哦，我头先搁顿者想讲，袂使共款，会无人知对。影。哇，后壁三个字，袂歹。好，无安尼后一题，第四题，第四题，中华报道真出名。最出名的，我是彰化人，我上爱食布豆。哦，你是彰化人，你以前名叫报道姐姐。啊，报道姐姐。好，安尼即马来看卖，恁拢总对着4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这厉害的呢。恭喜哦！即关通摕到一个无简单，恁算讲后尾有拼转来。但是敢摕到宝藏呢？准备接招，险来教。中华好兴的小朋友，多谢你送阮无价之宝，家己摘、家己做的吼。是真正恁家己做，还是去买？啊，你春就照这扫帚啊开偌久的时间？ 3、4天，因为爱先甲伊应答。啊，3、4天？我想讲3、4分钟，这么有诚意哦。3、4天哦，啊，即马有2个机会，想要选倒一个动物？你想要选第一个动物是倒一个？哪里哦？哎呦，啊，轻轻啊哦。轻轻啊，轻轻啊，手甲放起哩。我讲车饲落的时阵才饲落。好，第一个金箍箍就是哪里？车饲落。哇，这厉害！反正那就好算啦。厉害嘞！哦。来，每一个小朋友。刚刚得到的是咱的嘎嘎豆衣。对，这是倒伊，这非常的高水哦。伊的角色无共款。对，啊，伊内底有做者宝石。哦，宝石哦，哦，敢若感受会出来哦。对，金光闪闪。英棍头先是想袂到，第一个就对啊。你头先家己有惊到哦，是毋拢有惊到？哦，真好。你看，这就是恁这运气啊。运气，啊，搁因的心意有够。对。是安尼运气才好，就是因甲扫帚歹命拢扫掉。所以后摆来爱搁炸扫帚，知无？对，扫帚安炸了。真正是厉害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，哈！